我来关心中国的乌兰甲广西，这几天啊，遐是落大雨嘛，做大水，其中乌兰的雨量是创下新高的纪录。张家界等的所在是4界拢淹水，灾情是不略严重，而且还有部分的考生都爱撩水，才有法度去参加高中入学的考试。 乌兰双溪区是淹做河，一楼的厝体拢予淹去，救援人员各处两船，一间一间抢救受困的民众。原来伫广西河堤因为龙江的水淹起来，一个市场700担予淹去，救援人员无用力救人。将手给我们拉你上船。 中国华南地区雨季提早到，连续几日落旱过大水河，致使真侪条河川的水位是大涨做大水，包含乌兰、贵州、广西等所在拢出现大水包围的灾情。其中广西河堤部分地区积水6公尺深，可能引发土石流，和灾情恶化，救援的工作未当延前。 乌兰真侪城市降雨量破纪录，其中丽水是发生27年以来上大的大水，救援人员甲救生索啊弹出去，予着伫对岸民众过河，实在是真危险。因为当地有真侪水库是无预警就放水，包含张家界内底有真侪乡镇予大水淹去，民众是真怨叹。这个订单都在缺航，水上来不及了，无水河欢迎订单啊！幸好关到了，不用开了，直接翻过去拿水。 不用开团，一单办个单就10公斤就来了。乌兰西部的两山关情形同款凄惨，除了道路桥拢断去，厝予淹去，阁有考生何必咧爱游过大水去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？有一寡人归去唔考啊。我们大家如果政府都不管的，两个屁啊！当局是讲，这届落雨是因为气候变迁，也那气象单位表示，这礼拜当地有关会继续落大水雨，呼吁民众避免挖近水道的渠隙，并且做好防灾准备。公司新闻在回民朋友。